一樽水嘅啟示與讀書嘅力量。一位父親話俾孩子點解要讀書。一樽水喺屋企唔值一毛，一樽水喺小賣部值1塊，一樽水喺火車站值3塊，一樽水喺飛機上值10塊，一樽水喺沙漠或太空卻可能價值連城，甚至能換取富翁嘅全部財富。孩子，點解要好好讀書啊？讀書能夠讓你從屋企中水升級為沙漠中嘅生命資源，突破環境限制，賦予生命更大嘅可能性。北大首任校長嚴復講過嘅咁樣一段話：物質嘅貧窮能夠摧毀你一生嘅尊嚴，精神嘅貧窮能耗盡你幾世嘅輪迴。世上冇白走嘅路，人生冇白讀嘅書。你走過嘅路，你讀過嘅書，會喺不知不覺中改變你嘅認知，悄悄幫你擦去面上嘅無知同膚淺。書便宜，但知識不廉價。讀書不一定功成名就，不一定俾你感受前程，但佢能俾你說話有德，做事有餘，出言有尺，嬉鬧有度。讀書唔係你唯一嘅出路，但卻係我哋普通人逆天改命最大嘅捷徑。生活嘅苦難從未停止過，只係而家有父母幫你擋住撐住。但以後呢？你靠乜嘢去對抗人生嘅挫折，去捱過生活嘅辛酸？如果你堅持認為讀書冇用，學歷係張廢紙，如果堅持自己嘅享樂同躺平，嗰只係因為你仲未曾體會過生活嘅辛酸，仲未嘗到過無知嘅代價。網上總有好多人鍾意話，你睇北大學子一畢業仲唔係返鄉下耕田，博士、碩士畢業又點樣？仲唔係一樣得去送外賣？所以讀書有咩用？北大學子耕田，博士送外賣，讀書何用？但真相係，北大學子能夠用科學耕種，生活得到改善，同造福農民；博士送外賣係主動選擇工作嘅體驗。而學歷低者往往係被逼謀生。讀書最大嘅意義，恰在於賦予人選擇嘅自由。正如一樽水喺超市只需1元，但喺沙漠能夠主宰生死。知識賦予嘅選擇權，能夠讓你喺人生沙漠中掌握主動，而非被動求生。努力讀書最大嘅意義，不過就係為咗3個字：選擇權。我希望你將來可以將命運算喺自己嘅手裏，而唔係困喺底層嘅泥爐中動彈不得。我更加希望，唔理係面對生活定係工作，你有說不嘅底氣，亦都有前進嘅勇氣。人冇高低貴賤，亦冇等級。有人風吹日曬，一日掙100塊，亦有人空調暖風，時薪幾百甚至過千。佢哋最大嘅區別就在於腦子裏邊裝嘅嘢唔一樣。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。少小須勤學，文章可立身。滿朝朱子貴，盡係讀書人嘅股份。並非貶低其他職業，而係強調知識對命運嘅改寫。一樽水嘅故事教會我哋，價值唔喺物體本身，而喺佢所處嘅位置與使用者嘅智慧。讀書便是讓自己從隨處可見嘅水變成不可或缺嘅生命資源。人生最大嘅遺憾唔係我唔得，而係我本可以。讀書要趁早，青春雖早為，別抱怨讀書嘅苦，講係俾你擺脫家中只有1毛錢嘅宿命，走向無價升空嘅階梯。